曾經以為伊朗咧就冇辦法踢今屆世界盃啦，咁但係好彩事情就有個解決嘅方法。咁雖然就好多嘅限制，但係就希望佢哋可以順順利利完成今屆賽事啦。睇下嚟緊就啲新聞有冇啲關於場內場外就圍繞住佢哋嘅報導啦。咁啊睇下佢哋就能唔能夠又應對得到啊。咁但係講翻足球本身啦，其實伊朗就都唔好淨係講亞洲區啦，係講緊世界上其中一隊老化問題非常嚴重嘅球隊啊。今次入選嘅名單入邊咧，26位球員入邊有16個咧係年過30，16個喎。23歲或以下嘅球員咧得2個咁大把啫，仲要一個未落過場，一個咧就只係踢咗4場國家隊賽事。今屆48隊波入邊咧，平均年紀計咧，佢哋同埋巴拿馬咧都係最大嗰兩隊啊。咁啊，講下教練加納奴爾啦，加納奴爾其實就執教咗伊朗有成3年幾嘅，咁啊上屆亞洲盃咧，咁啊小弟都喺現場就有同佢做過訪問啦嚇。咁啊，加納奴爾其實都算係一個幾頑強嘅教練，同埋都係一個幾有感染力嘅教練嚟嘅，球員都好肯為佢去賣命。佢就屬於近呢15年嚟咧第一位嘅伊朗教練啊！咁啊，伊朗就唔係成日都不假外求噶，佢哋就近年都係會揾下啲外籍教練噶，咁例如基洛斯啦、韋莫斯啦，咁但係就唔係話同一個國家嘅，咁即係話嗰個足球路向咧，其實就近年就有少少唔係好清晰嘅。咁而家就揾翻加納奴爾啦嚇，咁啊教咗呢3年幾咧，成績就中規中矩啦嚇，咁都冇辦法可以要求更加高嘅。雖然你話大賽決賽周咧，世界盃就經常都會見到伊朗，咁但係就好多時都係分組賽就行人止步噶啦。咁但係就個別賽事咧展示出嚟都係好頑強嘅。咁啊，始終伊朗咧都係以守為先啦嚇，咁佢哋就防守都係夠韌嘅。咁但係年紀咁大咧，始終就喺要幾日踢一場嘅大賽決賽周咧，對佢哋嚟講咧係有啲吃虧，有啲蝕底嘅。講一講陣容啦，門將就比蘭雲特啦，比蘭雲特就應該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第3屆嘅世界盃賽事啊，外圍賽都繼續係主力球員嚟嘅。咁但係我查翻咧就有樣嘢，發覺我都覺得幾恐怖嘅，要用恐怖嚟形容啊。咁因為伊朗聯賽咧，咁伊朗聯賽而家就冇得踢啦，咁啊無限期暫停啦，咁因為就有戰事影響啦。16隊波入邊咧，我發覺有11隊咧，佢哋嘅失波數字都係少過場均1球嘅，即係話。防守點解會咁有紀律咧？其實你睇翻聯賽嗰個情況，你係真係可以睇得到咧。嗰個結合帶落去國家隊嗰個狀況咧，就係伊朗連聯賽本身咧，好多球隊咧都係以守代攻嘅。咁其實唔係淨係今季啦，你睇近季嘅聯賽，我都特登 check 翻咧，就係對上嗰幾季嘅聯賽咧，其實就算你話完咗成個球季咧，好多球隊嘅失波咧都係非常之少嘅。咁啊，門將比蘭雲特就其實上屆世界盃佢就有受傷嘅，喺第一輪之後啊，咁所以咧就曾經試過咧就係用何斯恩、何斯尼，咁但係就如果冇乜大問題嘅話，比蘭雲特就應該佢都會係國家隊嘅主力球員啦。咁啊第2輪咧佢就即係上屆世界盃咧佢就印象中只係踢咗1場多啲嘅啫。咁啊今屆就睇下可以睇到幾多場啦。咁而後防位置4位中堅球員全部其實都係球會嘅正選嚟嘅。咁啊，今次就只係喺呢個中堅位置咧，就揀咗個未入選嗰個球員啦，就係艾利。咁所以正選咧就如無意外就冇佢份噶啦，就會係其他個3個中堅咧就揀2個，簡蘭尼、尼馬迪同埋咧就係高利沙迪亞。咁啊，雖然簡蘭尼就喺國家隊上陣次數比較多啦，咁但係睇翻外圍賽同埋近期熱身賽咧，呢一刻就應該會係用尼馬迪同埋就係高利沙迪亞嘅。咁而到左右兩閘位置其實都真係好好嘢喎，因為我睇翻各方面嘅統計咧，其實伊朗陣中好多球員啊，即係入選嘅呢26個球員咧，幾乎有22-23個咧都係佢哋球會嘅主力球員嚟嘅。其實唔係容易㗎，因為你要喺大賽入邊揀嘅26個球員全部都係佢哋球會嘅主力咧，咁你話就算有啲強隊啊，都未必係啦。咁但係伊朗咧，咁可能佢哋就集中喺都係喺伊朗聯賽效力啦，咁又或者啲中東聯賽啊、西亞聯賽效力啦，所以就相對上呢方面佢哋都係可以做到球會嘅正選啦。咁而球會做到正選嘅話，咁至低限度起碼狀態你就唔會有疑問先啦。係除咗36歲嘅列沙爾安呢位右閘之外咧，其他即係列沙爾安其實都唔係話大後備嚟嘅，半主力啦都有得出嘅。其他球員都係球會正選嚟嘅。咁啊左閘就要講下夏積沙菲先啦，因為呢位老將咧08年開始代表國家隊，咁啊14、18、22年嘅3屆世界盃咧，合共呢9場分組賽佢都係正選嘅。咁但係今屆咧，我相信佢就會退位噶啦。
咁啊今屆咧就應該會係讓俾啲後生仔啦嚇，咁啊讓俾穆哈馬迪啦。因為就喺2年前咧亞洲杯完咗之後，其實夏積沙菲咧都已經係退咗落嚟㗎啦。咁但係就外圍賽冇上嗰陣之下咧，今屆嚟到2026年咧，其實熱身賽就重召翻佢啊。咁但係熱身賽咧4場波入邊就得3場波係即係4場波入邊咧有3場波都係踢後備嘅。咁所以應該就唔會用夏積沙菲㗎啦。咁但係你話佢離國家隊史上上陣次數最多嘅呢一個紀錄咧，佢就仲爭17場嘅啫，17場都有機會可以打破得到嘅。國家隊上陣次數最多嘅球員咧就係尼高南啦，尼高南就係以往踢過西甲、踢過奧沙辛拿嗰個中場啦。咁啊，但係穆哈馬迪其實本身都唔係後生仔嚟啊，穆哈馬迪本身都32歲。咁啊，所以所以就即係始終兩個都係或者陣中就係好多老將球員啦。咁啊，但係就其實佢哋兩個都曾經外流過嘅，亦都係踢過同一間球會啊。佢哋就喺21到24年咧，就係效力過希臘嘅 AEK 雅典嘅。咁啊，反而右閘我就真係睇唔透啦。右閘嚟講咧，後生啲嗰兩位夏達尼同埋尤石飛咧，我就唔講太多佢哋上陣情況啦。咁你有興趣就自己望下啦。咁但係我自己真係比較唔到咧，邊一個先係教練心目中嘅首選啊？兩個都好接近嘅上陣情況。咁至於老將嘅列沙爾安咧，頭先係介紹過啦。咁啊，本來我都唔會考慮佢會踢正選嘅。咁但係由於亞洲杯之後，即係因為亞洲杯之後佢又淡出啦。咁啊嚟到36歲呢個年紀，應該都會退落嚟俾啲後生啩。咁但係近呢2場熱身賽對住馬里同埋岡比亞咧，佢又有波入嘅喎，對上2場。咁而26年呢4場熱身賽咧，其實佢都係後備有落場嘅。其實佢就有一段時間都冇入選㗎啦，外圍賽淨係踢咗1場，咁啊諗住會淡出啦。咁但係近期又揀翻，咁啊又腳風咁順喎，咁所以就會唔會可以喺今屆賽事世界盃又攞翻正選咧？咁因為喺18同埋22年嘅2屆世界盃入邊6場分組賽咧，佢有5場都係踢正選嘅，所以就點都係有咁嘅經驗啦，老將球員。同埋其實我有睇佢外圍賽啊，或者之前中亞國家盃咧。列沙爾安其實都仲係幾搶鏡啊，36歲咁，但係你唔好以為佢嗰個狀態或者整體嗰個速率減慢咗好多喎，仍然都係跑上跑落咧，滿場飛嘅，同埋速度都係保持得相當之快嘅。防中位置啦，咁啊真係我哋有機會見到就係一個新人去帶住一個舊人啦，就有一個以老帶新嘅情況啦。咁啊舊人嘅咧就係伊沙杜拿希啦，伊沙杜拿希正選就應該唔會有太大懸念嘅，咁因為佢同頭先介紹嘅列沙爾安一樣。同頭先介紹嘅列沙爾安一樣咧，都係近2屆世界盃分組賽咧，佢都係踢咗5場正選啦。佢就好啲添嘅，咁因為外圍賽佢都叫做係主力球員，咁所以我就相信今屆伊朗喺中場線咧，佢都係中場嘅命脈嚟嘅。咁啊，另一個咧就陣間再介紹啦嚇，另一個咧就係後生啲，咁啊亦都係今屆賽事年紀最後生嘅一位球員啊。轉頭咧就重點會介紹下，咁啊另外要留意咧就係可以踢防中可以踢中堅嘅哲舒美咧，而家就有啲傷嘅，咁睇下就幾時可以復出到啦。咁但係其實佢就上年9月後咧都冇再入選噶啦。哲舒美就不斷都係有啲傷啦，咁啊所以今次揀翻佢咧都係可能貪佢有啲大賽經驗啦，咁但係應該就唔會係正選嚟噶啦。上屆就有波入嘅就係對住威爾斯嗰一場啊，第2輪嘅賽事。咁啊哲舒美咧，其實個造型都幾殺食啊！我印象中啊，鬍鬚立突咁樣啦，咁啊好硬淨噶。咁啊上屆佢嘅表現咧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咁但係攻中位置啦，防中位置就應該係喐唔甩噶啦，就係伊沙杜拿希咧拍住正轉頭，我會介紹個新人啦。咁而攻中位置咧就應該會係交翻俾咧曾經踢過賓福特嘅高杜斯啦。高杜斯咧近呢2年半喺國家隊咧，其實大話踢咗20幾30場咧。佢有份落場嘅比賽得1場唔係正選嘅啫，所以高杜斯咧仍然喺國家隊心目中咧係好有份量嘅。咁但係你睇翻佢入球率，你就知道啦。國家隊踢咗67場，只係入咗2球，仲要呢2球波咧就係2017同埋2019年入嘅。當然高杜斯嘅價值咧就唔係淨係在於入波啦，咁你用佢係貪佢喺中間可以箍波啊，可以就係發動到攻勢啊，咁啊分波俾兩邊翼鋒啊，又或者咧就係俾到一定嘅輸送咧前鋒球員。咁但係高杜斯你起用佢擺喺進攻中場位置，咁你即係其實犧牲咗前線上面咧有一個唔會入到波嘅進攻點啊。咁亦都解釋到啦，可能伊朗喺大賽決賽周咧始終都係要靠防守咁啊，而進攻咧就睇下啲反擊啦，咁啊或者就係睇下啲個人能力啦。
前鋒位置兩翼咧，其實好似局揀嘅，局揀咧就係基本上就冇乜選擇，應該都係結合埋球會嘅狀況同埋國家隊近期嘅使用率咧，應該都係得兩個人係會擔正嘅啫。查漢巴克樹唔好玩啦，仲查漢巴克樹年紀都已經咁上下啦，有翻咁上下33歲，佢係每況愈下噶啦，上陣時間咧係越嚟越少啊，同埋效力嘅球會嘅級數咧，亦都係越嚟越低嘅。佢就情況係好似卡塔爾嘅艾希道斯咁樣啦，艾希道斯都喺外圍賽都冇乜落場啦，但係查漢巴克樹咧其實都會間唔中落場，間唔中打下正選嘅，佢又未去到艾希道斯咁樣咧，完全邊緣化。咁但係你話踢正選咧，又應該唔會嘅。咁至於另一個同佢咁上下年紀嘅翼鋒咧，就係杜拉比啦。杜拉比佢就差唔多年半冇代表過伊朗噶啦，近兩屆都有入選大軍名單嘅。咁但係冇乜上陣之下，杜拉比同埋查漢巴克樹咧都應該會係後備嚟噶啦。正選嘅就係另外嗰兩個翼鋒咯，加耶迪同埋咧就係慕希比。咁啊兩個咧都係27歲，兩個就年紀其實相差15日嘅啫。咁但係要留意加耶迪咧，上年其實有唔少時間咧係受傷嘅，所以就影響咗佢嗰個上陣時間啦。咁而入波咧，其實佢喺啱啱呢一季咧都係少過再之前嘅3個球季。再之前3個球季咧，佢就有2個入12球，有一季咧就入16球。咁但係啱啱呢一季咧就只係入得4球嘅啫。咁但係就無論點樣，今季入球效率少過上兩季都好啦，上幾季都好啦。都依然會係伊朗嘅正選嚟嘅，佢就係右腳仔，中意打左翼，都有翻咁上下嘅傳腰能力㗎。咁啊，前鋒就達利美同埋何斯恩沙迪亞咧，就會係優先考慮嘅球員啦。咁啊，兩位球員咧，今季聯賽都入咗10球嘅。咁啊，達利美就而家踢緊奧林比亞高斯啦，即係我身上着緊呢件波衫嘅球會啦。咁而何斯恩沙迪亞咧，就係喺本土聯賽伊朗本土聯賽停擺之前咧，就係射手榜咧就係領先緊嘅。所以佢哋兩個咧，其實都應該會係前線嘅主力球員，亦都其實可以係一齊出嘅。咁如果一齊出嘅話咧，就可能會將是但一個就擺翻後喺副鋒啊，喺攻中嘅位置取代翻高度斯。咁啊，或者咧就係將高度斯啊擺喺邊路位置，咁然後就收起其中一邊嘅翼鋒球員啦嚇。進攻模式大概或者個變化大概就係咁樣啦。咁而其他嘅前鋒啦，摩根路同埋阿利普亞喺國家隊咧，兩個球員都只係入得1球嘅啫。咁都係啲後備殺手嚟㗎啦，就唔會話呢啲球員就以佢哋嘅級數就唔會擔正㗎啦。咁啊特別係摩根路啦，摩根路嘅特色咧，佢就比較鮮明啲嘅大嚿佬，咁啊有一定嘅停波能力，有一定嘅衝刺能力。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球員咧，我都係會轉頭咧重點介紹啊，入籍球員嚟嘅艾卡特。咁啊講到入籍球員咧，以前伊朗就有譬如迪查加啦，咁啊迪查加踢過和夫斯堡嗰位啦，另外高查尼克特啦就係冇記錯就應該係荷蘭出世嘅，亦都係喺荷甲咧踢咗好多球季啊。咁啊但係而家嘅艾卡特咧，其實比以往嘅迪查加又好，高查尼克特都好啦，係佢嘅入選係有更加大嘅爭議嘅。轉頭嚟再同大家講多啲啦。伊朗啦，今屆賽事呢一組咧，其實就一枝獨秀嘅啫，比利時就應該個首名就會係幾穩陣嘅。咁而其他嘅3隊咧，埃及、新西蘭同埋伊朗咧，應該係呢3隊波就會爭個次名啦。咁而對於伊朗嚟講咧，我覺得就有2個可能性嘅。咁到底佢哋今屆賽事會係因為備戰唔完整啦，場外面對嘅困境而好影響到佢哋喺球場上面嘅表現，定還是係可以喺一啲危難嘅關頭、危急關頭，可以迎難而上，可以展示到佢哋嘅民族性，大打爭氣波咧？我真係唔識判斷啦。咁但係若然你又問下大家啦，若然你係覺得佢哋係可以克服困難、打出身價嘅話，咁啊麻煩你喺留言板就留個1字啦。咁如果你認為伊朗根本就係被迫害嘅，冇可能可以專心地備戰今屆世界盃，表現就一定唔會好嘅，咁就請你留個數目字嘅2字啦。咁因為我就真係我都未諗得透徹，我都未得閒研究啲軍情，或者咧都好始終好多嘢我哋都睇唔到啦。喺作為旁觀者，我哋就唔知道而家球隊操練情況啊，咁啊或者到時啲入境情況啊，呢啲嘢都係話唔埋嘅。咁啊唯有就喺直播節目咧，我哋大家就再討論一下啦。記得留言俾我啊！
伊朗就嚴重青黃不接噶啦，咁但係陣中年紀最大嘅球員係邊個咧？咁就係高利沙迪亞啦。咁高利沙迪亞咧就好早已經係第一次咧為伊朗踢佢嘅地標戰噶啦。09年7月5號，咁但係踢完嗰場波之後咧，佢有成3年啦，接近3年時間咧就再冇為伊朗上過陣嘅。咁跟住咧由13年到19年咧，佢又係曾經有6年時間咧喺國家隊係真空期嚟嘅，又係冇揀啊，冇落過場嘅。近年啦，近呢5、6年啦就揀翻佢啦。咁啊，上屆世界盃其實佢係有入選，但係就冇落過場嘅。咁而喺外圍賽咧，今屆嘅世界盃外圍賽咧，佢係主力球員。咁而對上嘅9場熱身賽咧，對上8場熱身賽對上8場熱身賽咧，佢都係正選嘅。所以如無意外，卡利沙迪亞咧喺今屆世界盃決賽周咧正選中堅嘅其中一個，應該就係佢37歲嘅年紀。恭喜你，終於可以踢世界盃啦！介紹完年紀最大，就要介紹下年紀最細嘅球員啦。咁啊，伊朗陣中最後生就係防守中場嘅拉沙基尼亞，20歲仔。咁其實喺國家隊咧，只係上陣咗4場嘅啫。咁但係呢4場波入邊咧，有3場波就係對上3場嘅熱身賽嚟嘅，同埋呢3場波全部都係踢正選啊。會唔會加蘭奴爾都喺度諗緊喺決賽周咧？真係學我頭先話齋啦，一個老將，一個咧就係新人伊沙杜拿希。伊沙杜拿希當佢老將啦，雖然佢得29歲，咁但係國家隊資歷豐富啊嘛。咁啊，一個就29歲，一個就20歲。今屆賽事中場中嘅組合會唔會就係呢2個球員咧？拉沙基尼亞，我梗係冇睇過佢嘅賽事啦，即係冇睇過佢嘅表現啦。咁因為近呢3場熱身賽咧，對所謂哥斯達黎加、岡比亞同馬里，咁我就有個習慣就係我唔會睇。如果是但一隊波唔係有踢世界盃咧，我就唔會嘥時間咧睇佢哋嘅熱身賽賽事。我想睇伊朗啊，但係問題我唔想睇佢哋對手啊嘛。咁所以我就冇睇過拉沙基尼亞表現嘅。伊朗聯賽更加都唔知邊度有得睇添啦。咁但係伊朗聯賽咧，佢就係正選嚟嘅，同埋都好多場比賽咧係踢足90分鐘啊。睇一睇呢位20歲嘅球員係咪真係如我所料可以喺今屆賽事咧攞到伊朗防守中場嘅正選位啊？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啦，因為頭先我就講話迪查加同埋高查尼克特咧，我就講錯咗，佢哋其實本身都係喺伊朗出世嘅，咁只不過係小國腳咧就代表德國同埋代表荷蘭，咁然後咧就去到大國腳咧就真係轉籍咧代表翻伊朗啊。咁但係以下落嚟我要講嘅呢位仁兄就絕對唔係土生土長啦，佢就喺德國出世嘅，前鋒嘅艾卡特29歲，咁啊喺今年咧就正式轉籍咧就係代表伊朗，踢過咧就係德國嘅 U19 嘅。2015年啊，咁佢就未踢過伊朗聯賽啦，咁啊而家就係效力緊咧比利時嘅球會啦，標準列治。比利時聯賽就間唔中都會有啲伊朗球員咧就會去外流喺嗰度咧就係效力嘅。其實艾卡特咧本身都踢過西甲啊，踢過切爾達，踢咗咧都有成8、9場咁，但係我自己真係我唔係睇翻我都唔記得咗，真係嗰個存在感係低到我都唔記得。咁我自問我都。歐洲4大聯賽我都熟悉啦，咁但係我都遺忘咗佢。咁但係講翻艾卡特啦，先唔好講嗰個入球數字或者球會表現先啦，要講一講佢身份。點解佢符合轉籍嘅資格咧？據講咧就係因為佢阿爺啊，即係阿爸個阿爸啦，阿爺咧就係伊朗人，即係有伊朗血統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咧就令到佢係可以有咁嘅轉籍嘅符合呢個轉籍嘅條件。咁但係其實伊朗史上咧。我冇做翻啲相關數據啦，咁但係伊朗史上就肯定係非常之少一啲入籍球員咧，係佢哋直屬嘅親屬，即係阿爸阿媽咧，唔係伊朗人，而最後係可以轉到籍嘅。咁所以艾卡特咧，當初佢嘅入選咧就係或者當初佢嘅轉籍咧係好受爭議啊。咁因為爭議聲就係話，喂，你阿爺係咪真係伊朗裔㗎？你知其實喺伊朗國家佢哋對呢方面係。身份認同啊、背景呢啲嘢咧，其實係比較敏感啲嘅。咁啊，佢又覺得，哇！你係咪即係純粹呃飯食啊？而難聽啲講話呃飯食啦，即係你係咪淨係想踢世界盃咁啊？轉籍代表伊朗，你有冇咁嘅身份㗎？你本身又唔係好識講波斯話咁樣。咁啊，其實咧，艾卡特就好犀利嘅，佢有好多語言都識嘅，德文、英文、西班牙文佢都識，但係就波斯話就麻麻地啦嚇。咁啊，所以咧就睇下艾卡特就今屆賽事有冇機會落場啦。如果有機會落場嘅話，就唔好淨係集中佢嘅表現啦，即係唔好淨係集中睇佢嘅表現啦，集中咧睇下佢同隊友溝通啦，或者咧就係場外有冇啲其他新聞咧，
一啲另外一啲未被發掘嘅新聞咧，會有啲傳媒咧就會係攞出嚟同大家講啊。